日互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 是无相生的命，为着要互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 无看呢，阿撇婆的心情即摆遮尔歹，已经倒入房间伫咧喘啊呢，啊，咱就想看有啥物办法无啦？时间哟，时间哟，啊，这时间人讲咱咧带出来佚佚佗，叫阿撇婆家一人住饭店遮等我。这款代志哦，我可能也绝对做袂落去啦。啊，不过时间哟，哦，安尼话，这时间，莫讲阿撇婆啦，我可能哦，2天就倒落去看病啊。 我有办法，我绝对有办法吼，叫阿撇婆出来佚佗啦。阿舅啊，你咧骗我？阿撇婆啊，即摆心情当完呢，心情遮尔歹，中间迄免有可能甲你出去佚佗啦。这个算我来讲啦，确实我有法度吼，叫阿撇婆出来佚佗啦吼。啊，你要？这，你咧笑啥？你咧笑啥你啊？阿舅啊，阿撇婆啊吼。 那伫阮庄哦，我伫个旧的员工上了解、上清楚伊的啦，迄无可能啦。无可能啊！你讲的哦。是啊。安尼啦吼，打赌一个啦。要安怎赌？阿撇婆准老才调吼，甲阮出佚佗对不对吼？你爱我好无？爱你。对。答应你。你讲的哦。答应。喂，你做正经好无？无问题。 我做正经。哦。春兰啊，咱即马要去找这个建华，唔知真的还假的。妈，你意思是讲你无相信新碧玲的话哦？唉，我嘛唔知，那新碧玲，什么土豆人嘛无要紧啦，总讲会当找到建华上要紧尔啦。咱莫咧当食好无？咱外口咧行行好无啦？对行啊，对无？阿媳妇啊，咱外口行行好无？买去恁去啦，哈，恁所知影，我还未找到建华，哪有迄个心情人去佚佗？爽！你讲句啊，你在笑啥笑安尼？无啊，阿妹无啊，伊就伫个出咧在笑讲哦，咱连咪找着建华啦。对啦，我嘛是上希望讲。 看即马来去，会得当找到阮正实的建华无？无啦，阿妹无啊，你即摆面色遮歹滴的，啊你找着建华是有啥物路用？你加笑加闹开的啦，对无？你即马讲即句话什么意思啦？啊？你讲的？无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你即摆面色无好滴的，对毋对？吼，啊你即摆去找伊，准哦，你找着真正的建华来讲啦吼。 啊！你毋是罗顺话假闹开的，而且哦，建华嘛甲你笑讲哦，你台湾你能带了足歹的啦，安怎拄安怎啦，所以你即摆对无？找着伊有啥物路用，对无？我这面色实是遐歹着，感觉瘦了。春兰啊，我就是影面色较歹看，安尼要安怎就好，哈？无啦。 阿妹妹啊，我意思是讲吼，你的气色即摆无好，对不对？咱出来外口吼，甲吸一寡新鲜的空气，看一寡好的风景，身体甲静养好了后啊，面色好，找到建华哦，一定会抓伊的，对无？对。阿妹无啊，阿舅讲安尼有理。唔对，阿舅讲安尼无理。阿妹无啊。 对唔对？咱老大人吼，伤放屁歹看啦，较消散的，较毛的，较土的，安尼无
关的啦！你个我咧讲这什么意思啦？这我要甲我的亲情见面，就互迄较补的，较瘦的、较热的，较歹看着对。你哥句啊，讲话不晓讲的啊。你讲安尼有理，我参你出来安尼行行者吼，看有啥会较好食，食一个看身体了，搁较勇一个，就这样。安尼哦，我跟你出来，我跟你出来。哎呦死，哎呦死！就是哦，啊，过来的，啊，你个我一声去啊，我靠，爱我死。色真有水了对。哎，无啦，阿伯话，这厝啊，拿来拍歌，徛一定足水的。哦，多种色没有。你即摆唱啥？哎，啊，这就是讲哦，袂随便甲人相处啦。啊，若随便甲人相处，就是亲像伊安尼啦。啊，你知影无？安尼哦，嘿，我可能的哦，你当做我第个句啊？上届就是安尼啦。迄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哎，阿伯爸，阿伯爸，哦，这风景咧哦，甲看花咧吼，真正看咧人咧足爽快啦。哎呦喂！阿姑啊，是的对，是的对。阿姑哦，哦，贪心的啦，拜托的，我爱你行10几位的所在，光景嘛看足济啊，你嘛坐甲真爽，但是吼，我爱甲真忝了，好心的啦，阿姑哦。看你那句呢，啊，你若要我做你那句吼，男子汉大丈夫对无？讲话爱算话，对无？啊，若无法度吼，咱以后就莫甲人消失，知无？安尼哦，啊，甲爱搁爱哦，阿姑啊，啊，你无通讲你学马走，啊嘛爱学马食草，啊我人呢，我巴肚枵，我惊哪会，哎呀，阿姑啊，我，
哦，有啊，拜托的啦，我脚真正酸啊，捌肚过枵啊。无你嘛找看有物件我食无？我惊会叮当。对无？阮哪有物件啦？啊，对无？啊，你捌倒钥匙？嘿啊，安尼你甲看，这是啥物？春来啦，那有这，哈。真来啦，你个袂歹哦，你这来替准备这哦，啊你慢慢来食啊。啊，这个人家，喂，啊，你别人用我别人对啊。对啦，这别人物件袂使黑白客啦。啊，我家啊，真讲感动啊！伊讲我其实旧啊，爱阮阿舅啊，爱甲忝吼，啊，开家送去杯茶要还你的款啊。安尼哦，我来，安尼我服务，安尼哦我歹势哦。哎啦，哦，来，对嘛，啉茶。当的，啊，这两个你知无？哎，对啦，这做敬老尊严啦。嘿，拖拉个，安尼你知影哈？我知。阿叔伯，请啉茶。弟哥舅啊吼，爱那舅爱甲足艰苦的款。亲人，先朋友啉咧。这个姑啊，喂，我妈讲你爱舅公爱啊足辛苦，先互你啉啦。有影哦，春兰啊，后壁陪我做人哦，确实有够好的啦，使人感动。多谢哦。哦，真好。这嘞，喂，会使落来呀？啊，会使落来呀？没来啊？有要紧无？好喘，阿舅啊，啊，确实你做人真，足好心的。这个孙呢？啊，其实哦是阿舅佮你考验的啦。哦，甲考验的啊。考验的咯，看你有耐心啊无啊？哦，是安尼哦。系啊，阿舅啊，不要紧啦。安尼好啦。好，这个孙呢？喂，阿舅甲你爱，阿舅甲你爱。哦，你要甲我爱哦？好咯。我唔敢，我互你爱，到要你讲公事啊？我唔敢。你只讲了尔，你都唔听话。啊，上大第什么？上大第天公，第二咧？第二要舅公。对，安尼你也无听话，是哪有你讲公事？啊，阿舅，我爱。安尼歹势呢？来，歹势。好，啊，阿舅啊，坐好咧。
食。生意歹哦，家条。李公啊，你拢咧牵二哥呀？对啊，这路道你也捌坐过啊？好啦，行啦，我牵二哥过去啦。我坐就坐。好啦，注意一下呢。好啦。